傳說200年前清兵火燒少林寺，少林五老之一嘅五枚師太逃出生天，喺逃亡嘅路上碰到一個奇異嘅景象。五枚師太得到啟發，一種狠辣嘅新拳法就此誕生。後來佢將拳法傳俾一個少女，少女嘅名叫做嚴詠春。呢套拳法短橋扎馬，以快打慢，借力打力。對敵時講求自然反應，靈巧實用。詠春學成下山，五枚為訓，拳法本應作反清之用，不得輕易外傳。數十年後，拳法嘅秘密流傳到廣東佛山嘅伶人身上。當時嘅粵劇紅船係反清基地，伶人練武就地取材，將船上嘅木樁化成木人，以船桿練就棍法。但係知道詠春拳秘密嘅人仍然少之又少。傳說當年少林五老之一嘅至善禪師落難到紅船之上，佢見到撐船嘅人臂力驚人，係可造之才，就將棍法傳授俾佢。棍法日後就融入咗紅船上詠春功夫裏邊。直至有一日，伶人將功夫傳俾一個小子，呢個小子日後成為清末武學大師，人稱詠春拳王嘅佛山贊先生梁贊。贊先生一生行俠仗義，佢將拳法整理，又傳授拳法俾紅船以外嘅子弟。詠春拳由秘密漸漸為人所識。到咗徒孫葉問，係一代宗師，門徒眾多。佢將詠春功夫發揚光大，以至傳遍世界。